迎大家收睇沙中 Nighten 你，今集有我水泉澳村全因會羅姑娘。上次去咗九龍揾懷舊好物，今次會走進港島玩具世界尋寶。想知有咩新奇大發現，我哋馬上出發啦！相信大家都好少搭呢一條港島路線，俾大家估下第一站去邊先。但我哋第一站就會去筲箕灣，唔知道大家對筲箕灣有咩印象呢？對於羅姑娘嚟講，呢個地方就好陌生啦。按住地圖嘅教學，我哋會經過地鐵站 A 出口上返地面。哇！行咗冇耐之後，就會見到呢條街嘅路牌，好特別啊！分別釘咗喺石壆同埋鋪頭嘅上面，而我哋就要喺呢一度過馬路，向着電車路方向轉入筲箕灣道，行多10分鐘左右就會到達我哋今次嘅目的地——天悅筲箕灣廣場。行入去之後，搭扶手電梯上2樓，就會見到呢間玩具地帶嘅鋪頭佔地1萬尺，係暫時全港最大嘅玩具旗艦店。一入到去就會見到鋪頭充滿各式各樣嘅玩具，門口仲擺放咗一個人咁高嘅電影角色造型雕像。因為地方大嘅關係，玩具都可以按住佢嘅種類、來源擺放。對於鍾意玩具嘅人嚟講啊，就可以按住自己嘅喜好去尋寶。而對於同羅姑娘一樣玩具新手嚟講，就可以了解到唔同玩具嘅發展款式。鋪頭入面以模型車嘅種類較多，其他就仲有啲中古相機啊、超人系列、裝模型、美式動畫周邊、系列等等，真係要用4個字琳琅滿目嚟形容啊！另外個月都會有1次嘅玩具市集，屆時仲會有好多玩具收藏家聚集啊、交流啊。不過羅姑娘拍片當日係平日，就冇機會去啦。反而行下，意外發現平日都有好多大朋友到訪，望着展櫃入面嘅玩具，彷彿返到童年時，尋回買到心頭好嘅滿足感。有心機嘅話，真係可以行一個下晝都行唔晒啊！羅姑娘行完一個圈都有啲肚餓啦，決定沿路返回搭地鐵去下一站。搭車之前買咗碗燒賣醫肚，哇！一食就係一啲童年嘅回憶翻晒嚟啊！第二站就嚟到灣仔，
喺 A3 出口上翻裝士敦道嘅地面，一路行到巴路士街，就會見到茂羅街7號 M7 啦。M7 係市區重建局嘅保育活化項目，以觸動文化聯繫生活為發展主題。項目包括10棟被評為2級歷史建築嘅戰前樓宇。經保育活化後，保留咗當時嘅一啲建築元素和物料，包括露台、法式窗戶、欄杆等等，亦都有一個約300平方嘅公共休憩空間。M7 活化後繼續提供零售、餐飲商店及可供租用作展覽、工作坊嘅活動空間。當中都有一啲玩具店、交易廣場，唔知係咪第一站太吸引，再加上呢間玩具店係採用網上訂購形式，羅姑娘當日就未有見到自己感興趣嘅玩具，不過我見到鋪裏面嘅玩具放得好有層次，羅姑娘都影低咗少少同大家分享。好，下一站我哋就會去到灣仔玩具街。其實玩具街嘅真名係太魚街，喺唔少玩具發燒友必去嘅地方啊。當日羅姑娘就去咗呢間紅興玩具店，店入面主要都係賣一啲盒裝模型玩具車為主。不過最估唔到嘅係有可口可樂系列啊，所以都真係要有一個尋寶嘅心，細心睇，往往就會發現好物。今集介紹住咁多先，希望大家有機會去尋寶嘅時候，記得細心睇，有可能會有驚喜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啦！孫 Sir， 今年暑假有咩玩啊？梗係中心參加暑期活動啦！中心我哋準備咗好多精彩節目㗎。今年咧5月頭咧就開始入簽㗎啦，咁大家可以咧留意下中心嘅宣傳海報啦。暑假到時見大家啦！